今年太子宫，哦，灯很亮。5天绕境活动的前一天晚上，中华民国105年6月28号，明天6月29号，7月3号5天绕境活动，绕境柳营、新绿营、盐水地区。哦，台南市年境普济殿，正全台第1大匾，保佑令枝。哦，所以要用大卡车载呢，用堆高机堆高呢，升高呢。在礼拜天，上个礼拜天在多少？上个礼拜天6月26号，已经接遍了迎接最大的匾。